弟兄姊妹，接續上一集，喺呢一集，我哋會從另一個角度去睇路加福音嘅結構，以及當中一啲寫作嘅特色同埋重點。如果從人如何得福音嘅角度嚟睇，就會分做以下嘅五大段。大部分嘅分法咧，都同之前嗰一個好相似，只係中間嗰一段咧會分得仔細一啲。第一段同之前一樣，係講到救主嘅降臨，而佢嘅降臨係為着普世嘅人類。好快，我哋去到第二段，我哋今次咧就會稍為將個重點轉移去到傳揚救恩呢件嘅事上邊。根據路加福音嘅記載，福音係先由約翰喺約旦河開始傳噶，因為佢係先鋒，而耶穌亦都經過施浸約翰嘅受浸浸禮、聖靈嘅降臨、魔鬼嘅試探等等，就去接續佢嘅先鋒，進一步將福音去傳揚。而接住第二段嘅第三段就係救主與救恩，藉着耶穌喺各城各鄉傳福音，我哋就對呢位嘅救主以及佢所宣揚嘅救恩有進一步嘅了解。佢先係從加利利、加百隆甚至格拉森等等呢啲嘅外邦地去到傳揚，真係咧各城各鄉咁樣傳福音。而各城各鄉啊、各城各地方啊呢啲嘅字眼喺路加福音亦都係經常出現嘅。我哋就可以了解呢一位嘅救主係唔揀人，亦都唔揀地方，而呢個救恩呢，都係為着所有人而設嘅。亦都為咗將傳福音、傳呢個救恩嘅範圍推至更廣，耶穌咧揀咗12個門徒，喺第9章差派佢哋去各鄉各戶傳福音。去到第10章甚至設立70人，差派佢哋兩個兩個去到各地去傳福音。呢一個思路係非常嘅一致。第4段就係救恩嘅原則，亦都係呢一度分段方式最重要嘅一部分。裏頭講說咗人點樣去到正確回應，先可以得着呢個福音。同時亦都講咗好多實際嘅例子。有一啲人佢得着福音，亦都有啲人係得唔着嘅。當中路加咧就好巧妙咁樣將耶穌嘅教訓啦、相應嘅例子編輯起嚟，以作例證。亦都有啲係為咗要突出一啲嘅重點，會將一啲兩極嘅反應啊，兩個截然唔同嘅人啊，有正面例子、反面例子並排咁樣去到展示出嚟，以加深咧我哋讀嘅時候嘅印象。講一啲嘅例子，譬如有出名嘅第16章講到錢財嘅段落，先係耶穌用故事同埋教訓去到講，教導人原來錢財咧係不義嘅，以及咧又唔可以一路侍奉神，一路去到侍奉錢財。講完呢一段，下邊咧就記載住一班貪錢嘅法利賽人一啲惡劣嘅回應。再之後就記載咗財主同埋拉撒路嘅故事，再度加強原來今生嘅錢財、物質嘅享受唔能夠帶俾人真正嘅福，死後啦、永生啦呢啲嘅議題先係我哋今生要努力去預備嘅。而呢一段亦都正正帶出咗福音嘅價值同埋重要性，係比今生嘅錢財更重要。然後喺第18章又有相似嘅編排，先係記載住一個有錢但係亦都會遵守律法嘅官去問耶穌點樣先可以承受永生啊？耶穌答咗佢啦，並且最後要求佢要變賣一切分給窮人，然後跟從佢。可惜嘅係呢位嘅官，因為實在唔捨得佢有好多嘅錢財，最後憂憂愁愁咁樣走咗。因着呢件事，耶穌嘆氣咁樣帶出，有錢人財主進神嘅國係難嘅。而呢一段有趣嘅係，耶穌最後亦都留咗一個伏筆，話在人是難的，在神卻能。鏡頭一轉，第19章呢，另一位嘅財主撒該就出場啦。佢唔單止係一個人見人憎嘅稅吏，更係人人得而誅之嘅罪人。但係呢個人竟然喺耶穌嘅面前悔改，甚至乎願意賠償佢曾經呃過嘅人，並且將一半嘅身家分俾窮人。
呢個正正就係回應咗在神卻能呢個嘅伏筆，同時亦都講出咗嗰個願意守律法，表面睇一個好人呢個有錢嘅官，同佢撒該比較一下，係形成咗極大嘅對比。嗰個好人嘅官得唔着救恩，反而撒該佢願意佢就得着啦。就係透過咁樣嘅編排，路加按住呢個次序去到寫嘅時候，我哋就能夠更加明白、更加具體知道救恩原來係咁樣嘅。更進一步，人咧得着救恩嘅原則，原來係咁樣嘅，我哋就能夠更清楚。第五段一方面係講耶穌進耶路撒冷，佢做咗好多嘅責備，做咗好多嘅審判，以及佢受難、釘十字架、復活嘅段落。同時亦都講出咗呢個救恩係如何嘅成就。其實我哋面對着耶穌嘅審判，冇人可以正面去到面對。無論你係宗教嘅領袖，外邊好虔誠獻祭嘅猶太人，或者捐好多錢嘅財主，都冇例外。每一個人都需要救恩。為此，耶穌就親自咁樣承受咗神一切嘅審判。佢死，佢復活，亦都升天。叫呢個救恩就係呢一個悔改赦罪嘅道，能夠達到普世嘅人。最後，我以路加福音版嘅撒種比喻作結束。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聽了道，隨後魔鬼來，從他們心裏把道奪去，恐怕他們信了得救。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聽道，歡喜領受，但心中沒有根，不過暫時相信，及至遇見試煉就退後了。那落在荊棘裏的，就是人聽了道，走開以後，被今生的思慮、錢財、宴樂擠住了，便結不出成熟的子粒來。那落在好土裏的，就是人聽了道，持守在誠實善良的心裏，並且忍耐着結實。一個人可唔可以得着救恩嘅關鍵，就係聽道之後嘅反應。願意我哋每周咁樣讀路加福音嘅時候，學習點樣摒棄一切嘅思慮、錢財、宴樂，一路嘅持守喺誠實善良嘅心裏邊，互相嘅勉勵。